后来继续来看，这是国民党的前立委蔡正元伫个面册来呛讲，国民党毋是公共便所。虽然是无指名讲姓，但是外界的解读就是咧批评郭台铭想要代表国民党来选总统。国民党的副主席连胜文是挺郭台铭哦，讲郭台铭的形象比国民党也搁较好。即摆就是党内大家意见正袂合。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讲，每一个拢是优秀的人才，国民党都爱团结，无分裂的本钱。网络的好感度上升的调查，选正副总统赖清德搭配着萧美琴分数上悬。第二关是侯友宜来甲罗秀燕。若郭台铭不管是来甲朱立伦、甲王金平，也或是甲郭文哲，这个分数拢排伫个后壁。他的社会形象跟国民党比，也不见得会输，搞不好更好。接受广播节目专访，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真支持鸿海创办人郭台铭，也不前立委蔡正元伫面册就写讲，国民党毋是公共便所，需要时冲入去放尿，刷来搁嫌便所臭，离开时搁配喙烂，即马要搁来，大家认为你批评郭台铭。我不支持这样的看法啊！我觉得倒也不要用那样的说法来形容，反正国民党会有机制嘛，那大家就一起来参加这个机制。每一位都是优秀的人才，大家团结一致啊！我们没有任何一丝一毫分裂的本钱。伫这个时间点，有网络的数据显示讲，民进党赖清德甲萧美琴的好感度有0.87，新北市长侯友宜甲台中市长罗秀燕的好感度是0.84。郭台铭不管安怎配，拢输这两组。更希望他向北、向南、向东部都来做最好的一个连结。你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人选。新的馆长游文科好参像是咧劝进罗秀燕。卢市长现在是我们最强的母鸡之一啊，他在中部地区表现得非常好。朱立伦一再重申，3月7日南投立委补选后，再来讨论党内总统人选的提名机制。嘛强调国民党未青狂，嘛未拖延，为了重新执政，每一步拢爱投在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